哦，这鹅壳啦，鹅壳啦，生安尼啦，哦，鹅壳啦，牡蛎壳啦，牡蛎壳啦，哈，你看那个海边湿地啊，哦，你看那个就是碧拉贝啊，碧拉贝，哦，你看白鹭鸶啊，白鹭鸶啦，哦，这七股的海边的湿地啦，古代的内海呢，台江内海呢，后来变成那个沧海桑田呢，变成泥沙淤积变这样了。哦，这里还有火龙，这里还有火龙果的。那放鞭炮那个是因为家里金旁店绕境活动啊。哦，正前方看到的是西滨快速道路，然后要到清昆森了。哦，绕境第一天到清昆森哦。这边都可以看到那个，哦，你看那个水生植物啊，笔仔啊，水笔仔啊，最笔的。